虔诚的听众到早。现在是正甲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解说，就是已经讲解到正文第54页，就是解说到正文第54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到第7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到第7节，就是解说到称师为师，就是解说到迄个所在。即马应该呢，要来稍微解说下面。下面就是护法品第9，就是讲咱即马解说到这个所在呢，已经将第8品解说了啦。那咱这部六祖坛经拢总有10品，第一就是行由，第2八戒，第3疑问，第4定慧，第5坐禅，第6忏悔，第7就是机缘，第8顿渐。即马第9呢就是护法，第10呢就叫做副足。不过这个第9的护法品还有其他的所在呢，写叫做宣教品。那这个宣教品意思呢，就是采取由中宗以及武则天因呢宣教，要来请六祖慧能大师，所以呢，这名叫做宣教品。这个护法品当然就是说明咱六祖慧能大师伊来弘法之中结果就受到国王当时皇帝以及当时大臣，以及其他的这人的护法顶顶所以呢，这名叫做护法品啦。那这个护法品呢，这是属于第9这个护法就是拥护或者正法的意思。咱即马先来念正文，然后再来解说。这个正文就是心量元年上元日，即天中宗教因，顶请安寿仪式，宫中供养，万机之下，每求一成。仪式推让因，南方有灵禅师，密受任大师依法，传佛心印，可称秘闻。今天类似时间，地教严请原始资料，束缚上经，书上表时节，原将临落。这呢属于护法品的前面的序文。心量元年上元日，这个心量是当朝中宗的年号，就是讲中宗皇帝伊的年号呢，名叫做心量。那这个心量的元年，就是讲心量的第1年啦。这个心量的元年就是西历705年咱现在是1987，所以705年呢，甲现在是讲起来已经差不多将近1200年较无到1200年以前啦。
迄当阵呢，正正就是唐朝中宗皇帝时阵，在迄年的上元日，上元日呢就是正月15，正月15名叫做讲做上元，7月15叫做中元，10月15叫做下元，这是咱一般所讲的3元之日啦。也中宗新良元年上元日迄一天啊，则天以及甲中宗诏印。则天呢，就是武则天。这个武则天啊，伊占位啊，拢总有21年。伊呢就先废这个中宗皇帝然后呢就变成这个武则天等于讲伊做皇帝。了后呢又搁再互这个中宗搁再来做皇帝。那这个武则天在迄当中讲起来那是讲对朝廷或者是讲伊私人的品德，那在历史上呢并无讲介好。不过这个武则天呢，却是真正虔诚信仰佛教。相传咱现在是开经期，就是武上心清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五金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4句的句呢，听讲就是当其时武则天伊赞叹佛法所做的开经记。那伊这个开经记做的是相当好，从这个所在呢，也可以了解讲，这个武则天当其时确实对佛教呢有相当的深入研究。而且这个武则天呢，也是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所以伊有法度呢来在位21年来治理国事。也武则天甲这个中宗皇帝诏印，这个诏呢就是下令的意思，下令讲陈请安寿仪式，宫中供养，万机之下每求一成。伊下这个命令就安尼讲这个陈这个陈呢就是皇帝自称叫做陈讲陈呢要来请安寿仪式。这个安寿安就是个指惠安，就是上甲的惠安国师啦。这个寿呢就是个指神秀大师。因当其时呢，就是在北方的2位真正有名的禅师，所以当阵则天以及甲中宗皇帝呢，就下命令讲我要来请惠安、神秀这2位大师，要请入来宫中供养。这个宫就是皇宫啦。要请入来皇宫内面要来甲因供养。也供养目的，另外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讲万机之下呢，每求一成。这个万机呢，有一名叫做日理万机。这个日理万机的意思呢，就是讲做一个皇帝。也每一个呢爱治理真正侪个代志，就是讲国家的大事非常的侪，非常的侪。每一个人爱治理正侪的这个工课呢，所以这名叫做日理万机。所以这个万机之下的意思，就是讲在我做一个皇帝，每一个呢真正无闲，也有小可浪费的时间呢。每求一成，就是讲每一遍只要若是有用的时间就要来研究一成。这个一成呢，也就是最上一佛性。
最上一回性就是讲治国无上的佛法，这个一性就是讲成佛唯一之教。就是讲这是唯一啦，会当使咱众生来成佛的教法。名叫做讲一性。在法华文句有安尼直直讲圆顿之教啊，唯一佛性。所以这个一性啊，是一种圆满之教，是一种的顿说顿成之教。在信办经直直讲一性即是第二性。所以这个一性也可以讲是属于第二体，也就是治国无上的真理啦。意思就是讲，阮平常时解无用，也请这两位的禅师会当在宫中供用，也就靠机会啊，在阮若是讲工作需要冷旁时阵，会当来请教，会当好咧来建议啊，来研究一佛性。这位惠安国师呢，伊是属于荆州的人，在东条贞观迄个时阵，去五祖的所在，就是讲到黄梅来去向五祖亲近请示佛法。伊甲五祖迄个所在啊，已经是46岁以后了，所以可以讲伊来亲近五祖弘忍大师呢，实在是真慢。不过伊原相当有成就，所以到以后呢，才互皇帝请入去皇宫内底供养，甲新秀大师同款拢是真正受钦重。这个新秀大师呢，是在新隆2年，咱伫遮是讲新隆元年上元日啦。那在新隆2年，也就是西历706的2月元节。这位惠安呢，是在景隆3年，搁再较慢一丝啦。在西历709 3月呢，就元节。从这出来可以了解讲，迄当时阵。武则天伊就甲中宗要来请惠安甲新秀因两位甲宫中来供养因两位已经那是相当的忌讳。在这个所在呢，有一个武则天来请教惠安法师，就是讲惠安禅师的这段故事因缘呢，咱在这个所在也摕来甲咱各位做参考，就是讲。武则天将惠安禅师甲请入去皇宫了呢，就问伊的家旨，意思就是讲，伊是几岁啊？迄当阵，这个惠安禅师甲伊讲袂记哩啊。武则天甲伊讲，你为什么太袂记哩啊？迄当阵，伊这个惠安禅师就甲伊讲讲生死之心记若循环，还气无尽那何必倒来甲记呢？意思就是讲，咱这个生死的身躯，就敢像一个迄个箍共款。这个箍呢，伫咧射来射去根本也无一个头，无一个尾。那意思是讲，生死轮转一直伫咧轮转，轮转袂休困。你甲记的是要创啥物呢？搁再甲伊讲何况此心留住中间无间，见后起灭者乃妄想矣。讲何况咱这个心呢，也是不断伫咧生灭，不断伫咧打妄想。所以呢，咱看到咱这个身躯的生，或者是看到这个身躯的死，这只是一种的妄想而已啦。搁再讲将初识之动上，灭是亦之如此啦。就是讲将这个初识，这个初识的意思就是讲将咱最初有这个意识分别，乃至到咱现主时的这个生死生灭的这款的流动之上，
结果就是如此。那何必都来个记这个年月日要创啥物呢？迄当阵这个武则天啊，就是讲这个则天皇后啊，听了呢就非常感动，结果呢就给定礼了。那从这所来可以了解讲，当其时这个惠安国师，伊也是一位相当修行的人。所以因为修行的关系，连到底几岁都无甲记起来。也在这个新隆2年迄个时阵，中宗皇帝就赐迄个紫色的袈裟。那在当时，紫色的袈裟算讲是上好的袈裟。伊呢，度弟子27个人，也武则天伊个中宗拢请入去迄个皇宫去供养。伫所在甲供养3年，有可能遮久的时间。即马伫遮所讲就是讲，武则天以及甲中宗皇帝，伊本来是要来请惠安国师甲神秀大师两个甲宫中来供养。那这方面就是讲因介无用，利用在公务之余要来请示因的治国无上佛法。一边御史推让因南方幽灵禅师密授任大师医法，传佛心意可清秘闻。御史就是咧指惠安甲神秀，就讲惠安甲神秀的这两位大师呢，就推让。这个推就是讲推示，让就是讲谦让。所以因两位呢，真正谦虚，也就来推荐推荐讲在南方有一个灵禅师，灵禅师就是讲有一位慧灵禅师啦。这位慧灵禅师呢，是密授任大师的医法。为什么叫做密授任大师的医法呢？这正正就是咧指讲，当其时弘忍大师将衣钵甲法来传予慧灵大师咧，乃是暗中在暗时时阵秘密来传授开所以就叫做密授忍大师医法。不过这个暗中来甲传授，这在前面我已经讲了，所以安尼去做呢，乃是弘忍大师考虑到慧灵大师的安全，因为伫咧学佛修行的人，无一定个个拢就是为着生死来出家修行可能其中也有掺杂着世间名利，就是讲也无法度脱离着名利心。那可能讲无法度脱离名利心呢？可能讲祖师的衣钵去互慧灵接去啦，安尼可能呢对慧灵会加害。是因为安尼呢，才是叫做密授并毋是讲这个佛法呢爱暗中传授现在是有一寡副佛法的外道啦，就看到讲六祖慧灵大师接受弘忍大师的法呢，是在半暝的时阵秘密传法，安尼就讲佛法都爱密传啦，佛法呢袂使公开传。那这完全呢是歪曲了事实就是讲完全呢将咱这个佛法给曲解啦这完全是错误。你看咱现在是伫咧传法呢，拢嘛是公开这个传法呢，咱原来是根据禅宗来。咱现在是譬如讲一个法师伊来接伊的面顶的法师的法这个法呢爱过来传出去，传出就是讲来传互这个法子这个法子传法的时阵呢，那依照咱目前讲起来，一定爱放请帖，来去请真正这资深长老来管理就是讲来甲看这本来就是一个证明啦就是讲证明讲确实无时无日无一个大法师呢，已经将伊的法来传予伊的弟子就是传予无人，所以拢是公开传绝对无迄个秘密传的道理。当其时五祖传予六祖的密授啦，就是讲乃是考虑着当时的情况
恐惊慧能大师呢会受害，所以才是密传。这只是对于六祖慧能大师一种安全顾虑，就是讲安全的考虑，并不是讲佛法呢袂使咧公开传。这点咱作为一个正信的佛教徒呢，必须要了解这个意思。下面讲传佛心印可请秘闻讲这个慧能大师是密受弘忍大师的遗法，伊呢是传了这个佛的心印。就是讲佛的心印呢，已经传在慧能大师的所在。咱教主释迦牟尼佛将伊的心印传予迦叶尊者，迦叶尊者呢则传予阿难尊者。安尼，佫直直传到达摩祖师达摩祖师则佫传予二祖慧可，慧可呢佫再传予净忏。然后再传到道信，道信再传到弘忍，弘忍再传到慧能。所以呢，六祖的法虽然是讲对于这个弘忍大师所接受的无毋对，确实呢，佛的心印所得的就是讲佛的心印。讲可请秘闻讲你呢会使你去请伊来请教，就是讲。慧能大师呢，比我慧安，比我身受，应当讲起来佛法的作业搁来较深。那在这个所在，虽然是无讲慧能大师这是叫做正传，虽然是无安尼真明白讲，但事实上在这个所在内中所包含的意思呢，就是讲因为弘忍大师将佛的心印传开，所以应该呢接受到佛的心印。这个正传的人应该就是慧能禅师，所以应该你接天封号以及甲中宗皇帝应该就是要来请这位慧能禅师来才对。下面讲今遣类似时间低照迎请，原始资念束缚上经。那么这段咱慢请讲从这所咱就可以了解讲，当其时这个惠安国师以及甲新秀大师也非常的推崇这个六祖慧能大师。所以呢，咱毋通以为讲这个新秀大师甲六祖慧能大师有合作对立，绝对也是无对立的情形因为在当时阵，这个新秀大师要来推荐六祖慧能大师的时，叫这个时间这个人去来请，结果呢，六祖慧能大师伊毋肯来，新秀大师搁再亲搁再写一张批互伊，写一张批来甲伊催也甲伊鼓励是讲无论如何为着佛法，为着众生你应该爱甲北方来。要来接受到接天，伊就甲中宗来邀请。那当阵，这个六祖慧能大师怎样甲伊回答呢？就是讲我呢，这个形貌无庄严，所以我去到北方的所在，互北方的人看了甲地恐惊因此呢，对佛法失去了这个恭敬心因为。伊本身呢，可能毋是讲相貌真正庄严的人，那伊本身就考虑这个问题。那这个新秀大师呢，伊是相貌较庄严。那么一般众生认为讲，既然是做一个法师，相貌庄严，那么伊的相貌佫是无庄严，恐惊人因此呢对佛法生起轻视。而且伊一个理由就是讲，弘忍大师就是讲师父有交代。伊是在南方甲南方的众生有缘，所以应该呢就是爱在南方来弘扬佛法，不应该去北方。甲人讲去北方呢，安尼变成违背了师父的意思了。就安尼呢来甲伊推辞掉，从这个所在可以了解讲，这个新秀大师真正推崇慧能大师。那这个慧能大师甲新秀大师也互相呢非常的客气。这是我在这个所在
爱甲咱各位做一个补充的说明。注意听先听众，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